赏台视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。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金龙，这事不能怪阿嬷，因为妈事先没有跟阿嬷讲好。反正我们姓江的又不姓陈。怎么妈劝你老半天，你还听不懂呢？以前奶奶说啊，他们姓陈的永远不会对我们姓江的好了。你阿嬷跟你爸爸哪一点对你不好啊？他供你们吃，供你们住，还供你们读书，只是关心你们、爱你们的方式不同而已。老师骂我们，罚我们也是关心我们吗？玉凤，你怎么也变得这样了？你原来是很能够了解的。奶奶死了，只剩我和金龙。胡说！奶奶死了，还有我，还有爸爸，还有阿嬷，我们通通都是一家人呐。以后妈妈肚子里面还会生出一个小弟弟、小妹妹呢。你们千万不能为了打棒球的事，就认定你阿嬷跟你爸爸不好，这只是大家的观念不同，你们懂吗？这条破链这么水，要卖掉，安尼拍算哦。你是欠钱用吼？不过这要卖卖要偌济钱哦。不要紧啊。不要紧吼。我是讲，你敢毋是隔壁迄个外省新妇啊？是啊。多谢你。好，随便。哇，好漂亮哦，是全套的耶。漂亮哦。不是妈买的，是你阿嬷昨天晚上拿钱给你爸爸，你爸爸又添了一点钱，才叫妈去买的。哦，谢谢妈。不应该谢谢我啊，等你阿嬷跟爸爸回来啊，你要谢谢他们才对啊。好，玉凤，走，我们出去打棒球。好。阿天，啊，我迄天讲要拍一挂金仔，互阮金孙啊，迄金仔片要做无仔花，迄有咧拍未？有啦，啊，想要甲伊老主顾要拍较水的吼，啊，较够工啦，那么好啊，那么好啊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，快是，啊，你尽量甲我拍较水咧。好好，会啦，会啦，会啦，倒来啦，好。哎呀，头啊头，等下等。啊，安怎？哦，啊，种有一个代志啦，啊，唔知通甲你讲啊，唔好咧。无要紧啦，做你讲啥代志？啊，你袂使生气的哦。啊，袂啦，我哪会生气？你讲，你讲。是讲你摕金仔要来拍啦，啊，恁新妇啊，拄则摕条破链来卖呢哦。啊，
阮新妇摕金仔要来买哦。师妹啊，师妹，阿母啊，你什么意思哈？安怎？你拄仔走倒？你走金仔店做啥？我是欠一点仔钱。啊，你爱钱就甲我开喙就好啊！啊，你来摕迄金仔去金仔店转，哦，你真正会互我气死呢哈！啊，较早恁迄个大家啊，也袂死的进前啊，定讲我吼咧虐待恁两个囡仔，啊，等伊即摆才死偌久尔，你就摕金仔去金仔店转，吼，我敢真正对恁母仔囝较歹许啦哈！毋是安尼啦，毋是安尼，哎哟，你嘛想看卖，咱即个庄仔头吼，才一屁仔囝尔咧。人咧讲吼，迄人喙上毒啦，若安尼传来传去吼，敢会听会晓？我即个老的吼，风笑风骂吼，拢要紧啦。你著爱小顾着恁翁的面子，伊咧做警察的，面底袂小甲顾咧啦，吼，好心好行咧啦。我就是有替伊想，我爱互为人，毋才会。较早吼，阿喜要娶你的时阵吼，我是想讲你嫁因两位啊，较捌代志。啊，阿喜也嘛讲吼，你个性好，真温顺。啊，但我即摆看看的吼，有影，人咧讲吼，点点啊食三碗公半哈。哎，你哪有迄条金链啊哈？哎呦！你有甲我摕金仔无？你无甲我摕啊？踮咧做工做满的面头前吼，你啊老实甲我讲，看你有甲我偷摕金仔无？我无偷摕啦，迄条金发链是阮大家要过身的时阵互我的。哦，你啊白贼白怪呢！恁大家要过身的时阵吼，我嘛在场呢。伊伫当时摕金仔互你，我哪会无看到？迄是我家己的啦。侥幸哦！啊，翁咧做警察，啊某做贼啊！啊，这声若传出去吼，啊真正敢会听会晓？啊，这我无紧来敲电话，戏也免来用的啦。阿母，球不见了啦，都是你啦！来，摕来，摕来。你吼，就是伤过成囡仔啦，才会去做贼啦。啊，你袂像是贼啦，我才算一个尔呢，啊，你搁甲我摕转去哦，伤我啦！摕来啦！嘿，我这无摕来要哪会用的？较等下恁老爸若倒转来时吼，这证据我要互看啦。啊是这什么证据啊？是要互我的呢，我无可能是贼啊！妈妈，你说这是爸爸和阿妈买给我的，他为什么要给我抢回去？妈，是不是你说谎？根本就不是阿妈和爸爸买的，是你买的。喂，拜托你甲我叫阮阿喜啊一个。啊，下班了。哟，等你偌久啊？阿母啊，伫遮啊。阿喜，你转来拄好上拄好。来，你看卖者。睇下。阿母啊，多谢哦，我等要买你就买啊。啥物买？是人偷摕啦。啊？这是安怎？煞袂晓问恁某。发生啥物代志？我是惊你讲无钱，搁惊金良会失望，所以我甲阮大家要过身之前，互我一条金花链，摕去买啊。你安尼好笑好当的，我拄仔毋是甲你讲过，恁迄个大家要过身的时候，我嘛在场呢。伊伫当时摕金破链互你啊，我迄条金破链，若毋是你摕，无是谁摕的？阿喜呀，迄金破链哦，那是我的啦。阿母啊，是要袂做这种代志啦。你煞咧替讲话啦？你也无问我清楚你毋着意思讲我咧拗换的就对哎呦，做公做妈，恁着爱做主哦，你甲听咧几句啦？你不来我妈妈啦，我妈妈无可能是贼啦啦。哎呦，你有听到无啦？连迄个囡仔囝吼，都讲即落话。哎呦，你着爱做主啦。
哎呦，啊，你这个囡仔人安尼吼，好应着话遮尔毒着哈，哦，实在吼。我妈妈有真可怜，是安怎考你的？你莫后白讲。哎呦，这囡仔囝讲安尼啦，我恁阿嬷呢哈，哦，恁甲我讲话用这种态度哈，啊，恁拢无想看卖哈，恁住嘛住我的，食嘛食我的哦哈，连读册都是哦哈，我敢会输恁老母许啦哈，啊，我敢真正讲对恁三个母仔囝较歹哈，啊，迄条破脸若毋是伊甲我偷摕，敢会生骹家己走去哦？阿母啊，你还阁会记得你送互阿春迄条无？哎呀，阿母啊，愈来愈老翻颠啊你！你煞袂记咧？当初是阿春要去台北的时阵，你送一条金花链互伊，讲要互做急用的，你煞袂记咧？啊对哦，哈，我老翻颠，我哪会煞袂记的啦？啊是讲嘛袂用怪我啊！我咧煮饭啊，臭快汤，臭快汤啦！哎呦，等一下啦，你甲我妈妈很心累啦。我要煮饭无闲啦！哎呦，恁大人拢讲吼，这么多代志就爱改啊，啊妈这么多代志，是安怎拢无爱改啊？是安怎啦？是安怎啦？阿妈不是不肯认错，她只是当着晚辈面前，怕下不了台。阿妈还是要很疼妈妈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她舍不得妈妈是要厨房的。是啊，别再生气了啊，没关系的啊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芳芳诶，芳芳诶啊！哎，秀莲啊，来啦，姐姐。好。啊，恁阿爸咧？哦，伊无伫的呢，可能是去捡派人旧车啦。安尼哦。嘿，来，阿姆啉茶啦。好。啊是讲，伊年岁较济啊，他就较骨力啊。我嘛是安尼甲讲啊，啊伊就甲我讲会做就加减做，斗相天啊。阿姆，啊你找阮阿爸敢有代志？无啦，无啥代志啊，定坐伫咧厝诶吼。看前面迄两个囡仔吼，我看到实在吼，心肝安尼吼，拢袂清彩啦。啊是安怎？敢讲伊无乖？有啦，迄两个囡仔是真乖，就毋知安怎，甲我这阿嬷吼，拢袂亲伊。是安怎说？这吼，嘛迄怪我家己毋好啦。我就掠主讲吼，是妹甲我摕一条金链仔去卖啦。啥物讲要买物件吼，买球衫啦，球鞋，互迄两个囡仔啦。人我本来嘛是想讲吼，利用这个机会，要甲师妹讲吼，教囡仔吼，毋通伤过身啦，安尼成歹就某。哪会知影吼，附到安尼规家伙啊，大家拢无欢喜啊。迄毋是真疼师妹的囡仔，敢讲伊毋肯互伊买？知，迄就讲伊无钱啊。这两个囡仔吼，我若拢袂讲你呢，怎无讲老爸无钱，后摆才买，安尼嘛无欢喜了。还是讲哦，迄无讲求都会用的啊，对无？那就一定爱去讲求。阿姆，迄伊毋是无钱啦，伊是吼，阮兜漏水，爱甲钱借互我，借互我去修理厝啦。迄嘛真憨的，我毋知影代志会变到安尼啦。阿姆，对啦，拄啊好，今日领钱啦。你家这钱吼，先摕去害阿喜啦，剩的吼，我另工再害伊啦。免啦，秀莲啦，等即马吼，你若欠无钱，先扛来先扛。无喏，阿姆搁有啦，我家己有留啦。来，你紧收起来。真是的哦。这个钱吼，是秀玲要还你的啦。我倒哦嘛有添一点啊。你再摕互师妹吼，去金仔店迄条链仔吼，甲讨转来啦。金良，玉芳，即摆吼，算阿嬷毋对啦。你袂阁气阿嬷啦吼。
爸爸，你为什么要帮秀玲阿姨？你宁愿给她钱，又不帮我们买棒球。他妈妈说这么大的冤枉。对不起啊，因为当时他们有困难，所以就让他们先急用了嘛。他们家困难，关我们家有什么事啊？金龙，人家有困难，你爸爸帮忙是应该的。但是我们同学也有很多困难啊，为什么爸爸都不去帮他们，偏偏要帮秀玲阿姨？哎呦，金良啊，这囡仔人吼有耳无喙啦，啊大人的代志吼，囡仔唔通插啊尔啊济。来，阿嬷吼带恁来食饭，行。阿妈，你心内要安怎就要安怎，你唔知影我心肝内就要想啥哟？你心肝内伫咧想啥？啊无你咧想啥哈？啊，你毋是伫阮奶奶面头前就说讲你会照顾我甲玉红许？我敢无？我敢无照顾恁？啊，拄好你嘛有看到，我摕钱嘛要互恁妈妈去金仔店讨迄条金链仔转来，啊，搁吼，哎呀，唔过，金龙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阿妈拿回来只是赔罪嘛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。金龙，有什么话回房里再说啊。不要，我要在这里说。金龙，好啦，互伊讲，互伊踮遮讲，啊你讲吼。我根本就不是在照顾我们嘛，我是为了妈，又给他们生小孩。我还玉凤姓江，是外人，他根本不是在照顾我，而是照顾他们。他们不是真心的。阿姨啊，你来看，这个囡仔讲安尼，你甲听看卖咧。金龙啊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不要听啦！你们都骗人啦！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啦！金龙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知不知道你跟谁在说话？妈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金龙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金龙。金龙，听爸爸解释好不好？前几天下雨，我经过秀莲阿姨家，告诉她工作的事情，没有想到他们家是违章建筑，一下雨就漏水，好像住水灾一样，好可怜。什么是违章建筑啊？她为什么住在那里啊？她有个丈夫啊，在台北坐牢，一个女人家又带着孩子，又要照顾体弱多病的爸爸，没有钱。每个人都有同情心的，对不对？我想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也一定会帮助她的。至于为什么要帮助她，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说清楚。等这样你长大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会明白的。金龙，你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以后我也会优先照顾你们，好不好？你妈打你，也是一时的生气嘛，你原谅妈妈好不好？玉凤，帮爸爸劝劝金龙，等他气消了，就出来吃饭，好不好？玉凤，我们现在没有爸爸妈妈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？这是干什么啊？我不想住这里了。哎，给我来，阿嬷对没有？你吃来。我
我袂晓啦。小等咧，哪会袂晓啦？哈，会早是无食袂用的呢。啊，无要紧，来，阿妈吼，这一箍互你，巴肚若枵吼，就去买物件食，巴肚唔通枵着哦，吼。玉凤啊，你谢谢阿妈。谢谢阿妈。哎哟，好上乖哈。嘿，啊金龙咧，啊，透早就无看迄人啊，我入来看觅。妈妈，我去上学喽。稍等咧啦，啊，毋着等金龙，两个同齐去吼读册，安尼较有伴啊。金龙，金龙，玉凤，金龙呢？他人怎么不见了？啊？金龙呢？不晓得跑哪儿去了？会在厕所，我去找找看。不用找了，金龙走了。走了？走了。走去哪里啊？他说他没有爸爸妈妈，要住在这里了。